迈入第二届一级玩家2.0这场登录计划，今年有156位学员完成训练，并伫26号的毕业典礼中为学员安排模拟面试，而且面试官拢是顶顶有名企业甲单位，参像是家乐福、莱尔富、国家高速网络甲计算中心、诚信实业、华泰电子、利耀运动健康管理、福尔摩沙游艇酒店、老爷行旅、台湾希望创新公司、大成长城等知名企业所组成的企业董事群，为学员指导面试时，为服装仪容、自我介绍到问答等面向的建议，让学员提前感受到正式面试的种种。过程中，甚至有学员当场被企业录用，成功展开这场新生活。经过3个月的培训课程之后，现在每个人软实力还有就业力都提升很多。那藉由今天跟厂商互动，也可以找到自己理想中的工作。所以我们欢迎各位青年朋友，不管你是应届，或者是即将升大4，或者是已经毕业尚未找到方向了，欢迎跟云嘉南分署的 YS 青年职涯发展中心多联系。我们有精彩的课程，有职业训练，有企业参访，有面试模拟，还有就业技巧。我们的课程非常的丰富。劳动部发展署分家人分署青年职业发展中心一级玩家2.0计划，为学员规划真侪实用的课程，加强学员的面试软实力。参加这个课程，其实对我来说，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那也希望说这些东西在未来其实可以成为我的一些职场上的助力。像是我们做了很多像 CAPS 分析或者是简报的一些教案，那这些其实在未来都很有用。所以参加这场研习对我来说，我学到很多东西。YS 中心其实它在年轻人的这个探索自我的部分，它有非常多的课程以及活动可以参加。那这个部分是当初我来到 YS 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个主要目标，因为我在可能职涯方面，或者是说我不够认识我自己。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我YS 这次提供了给我非常多的帮助。他所教学的是在学校里比较难学到的举凡你履历怎么写然后你面试怎么做然后你有金融相关的知识吗这些是我在学校里面我很难去接触到的，所以帮我补充了很多新知。分署长刘邦栋表示，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一级玩家这场登录计划课程非常丰富，而且只有不断充实家己，才会当充分准备好迎接求职挑战。也鼓励毕业生将 YS 的课程分享出去，让更多找无方向的人知影。也欢迎社会大众爱多加运用政府的资源，踊跃来上课，为家己增加竞争力。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